哎呀，各位听眾，各位歡迎亂到對嚟收聽，邊個學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人要講王母病毒19號，跟條金上行啊，肯定會話題啊！這禮拜我特別嘉賓咧，會介紹者就是啲 Skype 入邊，裝哎呀死，我 Skype 冇 set up 過。就啲 Skype 入邊嘅會我人會特別嘉賓就是。校長阿龍，冇唔是英國長。Hello，大家好。OK，來看下英國長，英國長一人咧，了個有村裏個了無人。OK，咱老人講，看未到就是無啊嘛。會掉啊嘛！哎呀，咱有 YouTube 嘅喎，咱有錄條啊，特別看錄條，特別有通看，真係。咱無錄條，無看到你邊，等咗無來啊。然後個有啦，咪聽到阿涵啊，無邊嘅阿涵，歡迎。Hello，大家好。然後個有別使講，歡迎。Good morning， Hello， 大家好。然後個有489。好久，最講我係派話。你個聲啊，你個聲條金。然後個有，安怎會無咧？耳孔嘢。然後個有但冇人聽到伊聲了489，同我講未啊489？講了。然後個有裝安怎樣啊？唔好。嗰個字是 guess 嚟。啊，唔知一句啊，我唔知 guess 係一句啊，你是裝？我想聽到啊。聽到，你是一句？黃亞玲。哦，黃亞玲啊。真久不來啊！啊，真久不來啊，歡迎。真久不來。黃亞玲，黃亞玲，歡迎。Hello，條金啊？哇，冇啦，我早起。哦。我會請。早起我是請起來就是流皮聲。我有條金喎，唔是條金啦，條上行啊。3禮拜很靜。แล้ว我講那時我一定知是個卡哨個流皮，特別話冇流皮，我講卡哨當波當時，然後那時我落一禮拜落音嘅時都是咁樣行。看到 video 咩掉？看到 video 咩掉？OK， 來這個禮拜來講聲，我人講安怎叫這個 novel coronavirus 嘛是保魯新有一個新的名咯，早幾日想學一個新的名嘛，新的名是第嚇。testing， 你會聽到我未？我特別我未用我 AirPod 嘅 microphone。哎嚇，冇聲喎，冇聲喎。冇聲嘢。1 2 3。對喎。你聽到？我這裡是嘅 Mac 嘅 microphone。你可以 OK 啊，明白啊。你啲換起 AirPod 就是未用。嗱，整你條你 restart 你 computer。OK。佢點解 attitude 先啊？自敗先。唔是，一新嘅名唔是叫做自敗，一新嘅virus 名是叫做我諗是叫做王母病毒19號，是2019年嘅即係王母病毒。做咩事愛學隻王母嘅名？來解釋啫，做咩是叫 corona 王母？I think 伊個 virus 會影響。伊virus 入邊個咧有潮嘅呢，所以成個crown 咧。哦，安尼水嘅名。係啦，嗬。誒，我特別請問王母。裝嘅 virus 係咩啊？係你裝嘅 virus 係咩啊？哦。哦，自敗睇下我唔幫你試能 trackpad 個未用 ，fuck。等我請問王母啊？請問王母。
这是 Miss Boy。那我 corona， 前日我 corona， Crown virus 哇，之类。水哦，这是 Diarrhea 啦，actually，而且 pass 啦，Diarrhea virus，即係 Kamal 嘅 form 嘅。vaccine 了嘅方。所以人當今這是只小只做嘅話題啊咯，即按部病毒19。所以咱咪看看，咱都係講起成 OK，影響就等我看咱當這國家嘅了有人，咱這國家是咩？咱有英國這邊，咱有美國這邊，咱有馬來西亞，有新加坡這邊。新加坡有。即係OK，英國你聽到未？你聽到英國未？聽到英國。OK，AirPods 就見了。做乜事咯？你試下 AirPods microphone 未 connect。但我真係等陣紅一未啊你？他那我 disconnect แล้ว reconnect 不知道。OK 嚇。แล้ว英國有本咧，แล้ว個新加坡啦，แล้ว所以當今嘅แล้ว是有掉咯嗬，嘅แล้ว國家咱度這邊嘅แล้ว有 case 啦。我係講靠有八人八 can 掉無幫人死，一個好事了。哦，未歹啊。八呀。我係當時嘅แล้ว教官嘅話，伊人講啊，係咪是你無去 fake 這個 coronavirus，互人嘅如果若看內面語內禮拜，互人free 嘅放工內禮拜，好笑。那是你的，那是叫你這來係是Boiling 啊，Boiling connection 冇沒有時間咗嚇。是咩？代表嚇。聽咗把啲聲聲聲會呢嚇。當見咩 OK， ？OK 啊。冇講停差隻字。你穿 face mask 是冇？掉新加坡數。驚啦 ，internet 都未掉嘅啦，未掉 coronavirus。新加坡個 face mask 上面個 Maggie Mee 個。超貴嚟了誒，冇人認。個禮拜去搶物件咧。伊人做咩事愛搶？人驚死㗎，安尼款驚死人。驚死。安尼驚死，掉啦，人做你看啲物件。假使英國你看啊，新加坡無，嗰兩是 import 物件入來，你知哦。所以一件互人搶嗰了，人家去買，去搶咯。哎呀，表，你好緊啊！你人新加坡少幾個人啊？你人有餐有淡薄隻 breathing space 嘛好啦，安尼驚死做咩？咪講新加坡呢啦，咪新加坡呢啦，印度尼西亞不難搶啊！哦是啊，新加坡伊人安尼雜較昂貴咯，伊人驚 ，because 伊人較哇，伊個所在是伊個國家所在是嘛？了伊人咧，安尼濟人，伊人較實在，所以你較哇個別人咯。印度尼西亞你是我大厝啊，安尼會啊，無人第見嘅人啊是，我想較加個100誒，按照講100。100yards 差不多meter，這裡也差不多meter，100 meter。差不多啦，是講 meter 啦，100 meter 較嘅。把被保是100就100嘛。是是超薄。這裡也差不多冇 meter 唔是啊？咪是100咯。100啦。哦，100，三尺，即1至3尺。那就假是你得上啊，3尺幾啊是啊？100 meter 馬來西亞人會個會明白哦，這也看明白。了嘛，驚鳥鼠啊，個是 squirrel 啊，大類嘅白鴨類啊，有掉 coronavirus 啊。Squirrel 會過 coronavirus 咩？香港 pet 嚟咯，
pet 嚟人咯。講是抓是 bit 寶啊，抓是 bit 寶。交個鳥本嚟使，伊人講。哎呦，伊人哎呦，安咗口個你係阿仔。我阿仔冇出去咪見。莫講啊，迄個死人中國人知了哈，伊人會貓啊狗啊，去喊去 balcony 下底啊，死啊真濟貓狗啊。哎呦，你歹勢咩安怎？佢會9樓10樓咁掂落嚟。啊，哦，that's terrible！哎呦，科技落出邊咧，而家冇嘢真啫乜，搏啊，真咧我看啦，到啊，我看到 video 啊，到底得落去。中國啊，我知，呢度啲 video 是到底係咪 channel 係咪物件？講係咪？特別喺你本身都冇病，到8蚊嘅，搞嘅， 8蚊一啲。你本身喺你係身都冇病，搞緊nhau嘅。特別咱看啲 video 都再講，你 video 是 because of 你啊，唔是成日都在往時講，是說本嘅，把 any video 嘅咧就叫出講嘅。是所尋，無，伊唔是直接兩隻呢，伊是差唔多2-3隻。人個了大8蚊肯掂落來 ，because 驚，伊唔是講 because of coronavirus 傳對過actually 是 from 係你別保嘅，特別咧，伊是講咧驚 corona，because yang 係 scientist 講嘛 ，corona 係咪 animal 會得 coronavirus 嘛？伊 not only 人過人嘅嘛。你冇掂物件嚟啊？只啦，有誒，你有誒咧是去 quarantine 咧嗬，去 quarantine 冇人過啊，所以伊個狗苗走出來嘛，所以你政府人嗬冇解決嘅就讓一支槍活狗苗死啦。有誒中國人啊，莫講貓狗啊，伊有一腳人吼，伊 suspected 伊有 case 啦，了伊去配爛吼，迄個微絲甲攞棍講我愛死，你甲我死啊！幾 dramatic。哎呦，真正驚人啦，有誒，我去看到誒中國誒吼。yang building有人掉了 so because is a 大 kampung area yang 無夠 test kit 嘛 yang 個了 yang test kit 個了吼去武漢個了所以 yang 講無夠 test kit 吼 yang 去係咧 yang 去 yang 嘅 building 吼一啲妹吼你知係咪是 well 咯福建話比較叫 well 係咪啊唔是 well 唔是 welding 啊 welding 唔是 welding燒鐵鐵果啊，鐵果伊個妹，鐵果伊妹伊妹你妹個咧冚個咧死嘅，所以烘起來烘起來一年用 well 啊，一年貴你妹個咧嗬，燒鐵啊嗬，貴你撞爛我個咧嗬，一嚟貴你扭個咧諗唔出來咯。伊講都無 test kit 嘛，無 test kit 無通研究你人有對無對嘛，也 suspect 人有對啊嘛，佢咧放入面咯。等於講，哇！安尼看政府啊，係死我人咪死啊！你看我人個咧人死啊！你看。誒，點解攞殺掉即係安尼款嘅情形啊？人講掉病都唔知病啥物嘢嗬？即係啊，特別是迄個即較暑假啊咧，暑假咧 WhatsApp 嘅嘢。就暑假講，哎呦，係咪報告咧？係咪大字？係咪大樹出樹啊！大樹係咪叫多？係咪你看你啊？人只 excited 你都知哦。要傳自己傳。Facebook 是第一隻啦，你看你人嘅啦 ，Facebook 啦，你俾傳你看你人，你去 Facebook 啦。較謝事啊！唔是講 verify 講，唔會 verify 講。真正暑假樹嘅，伊人大隻真正暑假樹嘅，吹到蝦米樹呢？特別講東講西。啊，那邊就一隻歡喜嘅，唔整歡喜啦。我愛 share 緊張啫。share 個了伊人嘅朋友啦、親戚啦，講啊，你人口 share 一個啦，講互別人，導互別人聽啦，你較過啦，蝦米？買過啊？姐姐啊，真係謝謝啊，姐姐講話姐姐。
冇一零，冇一零冇咩，冇清楚冇冇一零事啊！你講我冇清楚。你買你買成個是唔對，白位買，你用係咪買鎖啥？冇啊，你冇有買？冇啊。只細聲，成個只灰呢？你買？你用你 computer 買嚇？那是你用你 computer 買，你特別卡玩你 computer 哈。那這裡奧迪都來啊！嗨 hello， ，hello，誒，等陣我未諗看，當今個有成日穿嗰個 face mask shortage 一個 problem 個當然。I mean 我知 shortage 有啦，特別當今個有成日個人會穿會硬嘅超個。哎呦，Melbourne 啊，超個死啊！ Actually，睇到我俾穿 face mask 應該唔是皮數，應該我這啲邊整我係 Mac 啊，我啲講話時我配耐咯。我兩個我做都係切破了嘅時候，我特擺我看我係行我破你佢了，暖佢了啊！咦呀！你都識嘅嗬。嚇笑對啊！你冇你看你哦，那是所以把大把跟你講話時，我袂使嘅借你頭前，我就一兩杯。好啦，看我穿 face mask 啊。Say it, don't spray it. Say don't spray. Sometimes saying is spraying 話相似喎，你咪 enunciate 咧。喲，是咩？Why so excited 講話先？哎呦呸！嚟講。OK，所以當然讓阿你face mask 叫咩學嘅話嚟講。又唔知啊。冚喙。多冰啊，多冰。邊？冚喙。多冰係哪話？冚邊啊，冚喙。冚邊。Masker。冚邊。冚邊破。冚邊破啊？唔知啊。冚邊。冚喙破。我叫冚啊，叫邊啊咩啊？邊卡。邊卡啊？誒邊卡嗬？我邊卡是 mask 嘛，貴嘅。你當叫即應該將個上嘅咩啦？馬人必啊！馬人必 ，bro。我卡過我係 Mac， 我俾玻璃卡清氣。哎呦，佢冚起來我係 AirPod。我講下，安怎我哋都話個我最啲都係圖。嚇？有人啲都係圖啊？啊？我白咗嘛？哦，我唔係都掉伊啊。我白。啊，就話確掉。嚇！我都過伊 before 都嚕。啊。Really? Wow. Yeah. 即係我甲日本佬伊去食咧。OK， 所以咧當今美國阮是買無到去藥店㗎了，阮是特伊個價，然後扛㗎了。之後係咪兩杯？係咪中國人啦？係咪你講係咪中國人？是後係咪兩杯咖喱佢哋嘛？咖喱有過了驚人啦！我唔知是阿咪驚人咯，驚掉嘅人咯。哦。你都聽到報告新聞嘛？講㗎啦，我話特別清要看病啊，特別看病。Hello， 波劍弟，歡迎。Hello。波劍弟，anh冇寫，冇拉幾兩隻波劍弟。冇咩？有啊。有小英。波劍弟，歡迎。แล้วก็所以เป็นมาสิอันนี้ก็แล้วหลังมันเบี้ยแล้ว驚就聽到人驚就เบี้ย就掉แล้ว咯。加拿大有 case 冇？半掉。係咪嘅？Toronto 啊定？哦。還是平冷區？都是講了我哋 coronavirus 啊。
有啦，特别伊人对来呢，伊 government 的人就知着啊，政府的人，伊人 quarantine 落叫嘛安噶无？我甲你講啊，人講是講等中國人係咪啦？你嚟到去個外面，即個人即個亞洲人嘅國家是，加了上啊等人嗰度是掉誒，等驚啊！無差不多是中國人、日本啊、美國人啊，看到你成個 Asian 嘅看到就驚你咯。意思我介好無，大無人認我成個 Asia，因大家成我是 Mexican 嘅，極少啊。哦，你無就你無啲，哦啦，伊無叫你是你小啲八你呢？去 Mexico。是咯，因為阿姨。toàn vô má kia ý có người lên Mexican và nó khoa là blur blur rồi. Tapi lu thana chu khi bị chế basa chế hơi xe, khá anh thành lôi cầu nhau. Lu lần đi chế lôi gì lu quá vậy à, lu做anh con. 人就俾啲走。我頂住我朋友講，我講你唔知，我講 I don't know how to come up with the comeback when they ask you do you have coronavirus because 你看下等人咧。我講佢 come back 就是啊，但係你 do you have coronavirus 然後到啲變學症。誒，咪講啊，我啲Melbourne City 啊，走嘅時候我看到一個中國人啊，走過來穿個水水，化妝個水水個滑，迄個草坡迄邊下，我氣到我講 ，You fucking million Chinese bitch, how dare you do that？ 哇！伊看到我，伊唔知我講啲蝦米哦，伊走哦，特別伊知我未伊。哇！我頭一擺我做 racist 嘅事。我是講。我想講。家己人袂要緊啊，家己人，特別就是講啦，都就出 from 你外邊啊，人有當時成個人啊，叮當，我跟你講，美國嘅時候，你看，你人成日看啊，人跟半路話你就，你就係不是啦 ，OK， 你是係咪人？我是係咪人？啊嚟到美國，然後你再到馬來西亞啦，就咧，到啲馬來西亞，你在人等人就本是就 racist 是看韓啊，咪物件，個另啊咪物件，嗰就 racist。特別你嚟到美國嗰時，你家己就經驗到安尼可能，你成人講就是你 Asian 跟他像嘅，嚇，一定嘅啦。是咯。This is just natural 嘛 I mean humans inherently racist 係嘛？是啦。Yeah，and 個派啲人不樣叫啦 Oriental 成夾筆嚟咯，還是。tapi 唔知啦。tapi 我啲Melbourne 就 Oriental 派啲。是 racist 係話嚟嘛 ，for Asian 嘛。都有啲人啊，有啲人成個我人較老人係樣是叫 Oriental 啊，叫伊是成個 Oriental rock 啊。你反正叫做 Oriental， 我是老人叫我 Oriental， 我是無插啊。特別有的人真正無是㗎。我冇感覺，講你是真正 racist 咁啦。我感覺 Oriental 是寫下來 Korean、Japanese、Chinese 呢。tapi 嗬 Oriental 啊，伊 start 嘅是伊嘅意思是 Middle East 嘅人好知哦。因為啊，伊人是啊，我哋 Oriental rock 講成個人嗬。伊人死人紅毛人嚇，袂去到中國安尼會嘛？迄時。伊人啲敘利亞啊、Arab 迄邊較濟嘛，伊人就講哦，呢個就是 Oriental 咯。了伊人嘅 transportation 發達了啊，伊人去OK Oriental 就搬了，意思就搬去中國啊、Japan 啊、Korea 你看咯。做咩事racist 是 because of 伊人 colonialization 還是係咪？我冇咁。我 generally 冇感覺講人講 Oriental 是 racist 啊。即係有啲是 generalization 咯，嗰啲是Oriental from the Orient 啊咁樣啦。嗱有啲人是我是聽人講，我是冇拉薩啦，特別有人是拉薩 Oriental， 成個路成嗰啲物件 spices 啊、夾筆啊，係咪夾本是叫 Oriental？
哦，成個 expire 嘅燈啊啦，嚟咯，成個舊嘅燈嚟咯。如果 Oriental 人從講是吉林亞人。啊，是啊是，對，actually 到底英國你叫 Asian 咪是人上講是個咯，嚇嚇對。我講毒兵 ，sorry。你英國你講 Asian，伊人吉林啊 ，automatically 上講吉林啊。對。伊人冇上講 Asian。你若是要講唐人呢，人成個會配嘅人，伊人講，你就要講 Oriental，成個。East Asian 啊 ，East Asian， 所以當邊咧 ，because 啦有當佢較有人聽到 geography 無相嘛，你在直頭就是我邊個啦是 East，個啦就是我可以合邊嗰邊 East side 邊個啦，所以當今人較會曉 separate 成個 East Asian、South Asian 係你時候，你人講 Oriental 咪是成個就係 generalization， 但冇 stereotypical 啦。即係今年打上面咯，意思係人真係冇時間講嚟 online 位啊 ，internet 位啊，但係講 Asian 啊，嗰隻人 in America at least Asian 啊，嗰隻是 refer to 係你 Japanese、Korean 嚇 East Asian， 所以人真係見你，人講Asian 同唔是安尼 ，because 我人咪是 Asian。對啊，不啊，就是講有你只只，因為那 Asian，because Asian 係大嘛，so Asia span 就寬嘛，所以你特別 from East Asian 加幾個 South Asian 係個你印度啊、巴基斯坦、邦拉德什嚟叫South Asian 啊，還是即係叫咩India subcontinent。แล้วก็有誒個 to the west of it 咪是個成個 Middle Eastern 嘅แล้วactually 是by水，本是 part of Asia 啊。我了。特別當今所以人特麼就人講國家啊，對，當然講到啲就係講你 side topic，做咩事 Asian 到啲英國是人笑都是吉林啊，แล้ว到啲我想因為睇頭先當世界人來入去英國是吉林亞人咯。哦，是啊，乜嘢是吉林啊？睇頭先嘅，有人當人呢有一間兩間嘅咧無間咧借，特別1950幾年嘅時，有真咗借即個吉林亞人入去嘅所在，因為全世界上拍時，搞了伊嚟少年人死呢，所以人無人做工，所以人有真係借俄人Caribbean 嘅俄人加印度嘅吉林亞人入去咯，唔是印度，India。吉林啊，其實伊人就搞了是 Asian 咯，其實講吉林啊係啊，出嚟嘛。吉林啊就是吉林啊，唔講吉林啊人。嘅印度人還是吉林啊？吉林啊在哪什麼意思？那是驚的意思嗎？啊？吉林啊是驚的意思，成個講係咪啊？係咪啊？還啊啦。OK。啊是。but the word 吉林啊是真 racist 嘅咩？ The word 吉林啊。吉林。因為你在做咩事 racist 哦？因為啊，迄款英國人嚇，伊人入口吉林啊嘅時啊，伊人是入印度第一巴里嘅人入來嘅，即款印度嘅人賣嘅印度人，較入來馬來亞來做，伊人就是像個 slave labor 安尼款嚇，也有牽連嘅咯，伊個係吉零咪要吉林啊咯。哎呦，verify your source。是啦。我想講吉林是一個位來。哦，咖喱嘛，啊，特別人講名字哦，係你話，成個咱叫雲南人，雲南咪是自然 racist，雲嘅人嘅啫。嚇，誒特別雲係啊，雲，咱是講雲是 savage 啊，什麼啊？是哦，呢是成個 Aborigines 啊 ，Aborigines 是 savage，我唔知。I think 換是 savage 也是 oppositional 咯，成個都被貶嚟。像啲菲律賓啊，菲律賓嘅唐人嚇，叫伊人菲律賓人，咪是叫換啊。
因為樣是樣本地人，本地人geographically 是像这里 race 来嘛，像 including 这里มี台湾的 Aboriginal 的人啊，然后是 from 这里，等那是像这 continent 呢， then when the continent split ได้是ยังก็是 into 不像的 country， 或是 basically 是像的这里像 species 的 subspecies。Pacific Islander 嘛，甲伊人相咯，就是，特別 Pacific Islander 大隻淡薄。無啦，伊人個了會曉坐船的嘛，伊人家己會曉去找別位新的位來住。冇啊呐，冇啊呐，冇啊呐，掛多條啊！喂，你話未記啊？阿肯是冇安娜啊，改變。阿肯是冇安娜 ，baby 嘅冇安娜。我家當見阿貝看冇安娜個。哦，你看啦，你或者你看到你家己啊，你看伊 baby， 你想成阿女嗰邊。看咩結果？我而家講到啲，我係梅魯啦。阿作講Malay in Hokkien 話 Mandarin 即叫馬來馬來，你講你混啊是有 racist。你咪是講馬來人咯。馬來人。冇人講馬來人嘅啦。馬來。佢一有 racist 啦。我捌聽到我阿公有一人波頭人。嚇？哎呦，佢哋講個屎啊！係你做 racist 啊？係咪人？柯頭是成個嘟啊！哦 ，OK， 嘟是柯頭咧，你仔人就冇是個嘟啊嘛，會教人啊，唔是講韓人啦。我阿公唔是 racist 啦，特別人家咧講講，伊要戳人嘅時，伊會喙真係毒嘅。啊哈，你就是用伊會罵人啊，伊會罵人啊，死無人靠啊！你家己想啊，死無人靠。安怎毒啊？伊個喙。而家是要吵人用對毒嘅，就是你用對第一傷人嘅話嘛。係啦，我媽咪是就救命啊！佢救你，佢是救你。你對。你啦。你個你三大作工嘅人講。你個離頭。你是咩意思？你是咩啊？ curse 咯。哦，你是 curse 啊 ？OK。你咯。哇 Okay, so what we do lah? Huh? Talking the term rice queen or potato queen lah, is it still is it since we got already been a bit racist here? Okay, 頭先我聽到是啲美國，我唔知啲英國人冇叫 rice queen 咧，啲美國我家聽到，我頭先聽到是我成個淡薄無爽，特別睇到我無插啦。我成個把啦，我冇。Actually， 我係 problem 是。大波人那是要台灣呢，是講伊人是 rice queen，我冇插啦。我是有啊嘛，我是個入。等陣解釋下你人。真係是假，等埋嘛條。對。伊人本是用 straight 嘅人本啊，你咪是在阿摩大波人去吹。Sarong party girl。Yellow fever。啊。伊人咪是啲叫學別人叫 rice queen 咯。誒，你特別另外啲 next topic 啊，咁啦 gay terminology 啊哟。啊，係咩 ？gay term。咱叫 QQ 話 ，QQ 話，咱叫 QQ 話，咱六個是做哦，咱June 就是 Pride Month 就是。OK， 等我寫起來先，我寫起來先。誒，安怎毛菇無來啊？今日。唔知，伊啲做伊家己 YouTube。我伊家出名了，嚇咩嘅？伊家出名了。我喺呢個 post 講已經做 something，係咪數我未記啊？前面啲周卡。blind in the kitchen。前面啲周卡。咁啊，go。podcast 名，呢個 podcast 名。咩 podcast？YouTube channel。依家真係看未到嘅。是啊。唔知我唔知 until the last podcast。哎呦，你 subscribe 咯，你
一落嚟就安尼，我就估個仔啦。我落估個仔。係啊，我冇咁嘅嘢，我以前咩 until the last time。哎呦，一見男仔煮起嚟 ginger slice 啊，油嘅啊，我會看不會冇安尼油啊。อันนั้นก็หรือน้องลูกมาทำลูกเดี๋ยวนี้จีนล้างมาทำที่เลยลูกค้าขายเกี่ยวกว่า是咯，我冇感覺嘅，我以前咩 until 嚟嚇，以前咩咩？依嚟邊咧？以前咩係看嘅淡薄。totally 是咩？哦 totally 跟住totally 啦，我哋都因為看到淡薄，因為看到。啲但係唔是講咩？講但係人諗講佢哋做實嘅事，但係佢講個是 totally 看冇物件嘛，看暗嘅嘛。I think 伊會看到 shadow 才是冇 shadow 啦，伊看到白人那個灰甲暗，灰甲暗嘅看到。對伊嚟講，我是伊講伊當劍是看唔到，伊是黑嘅。校長來了。Hello， 校長。Hello。哎呀，校長，你八往前發嘅啊？是啦。依家出名嘛？是啦，我講做咩事？伊個啲是我係 lecturer，我 follow，因為我看到伊 tag 路嘛，我講OK。你話本身係嘛？你本就出名嘛？啊，你話本就出名嘛？對。哦，是，對。哎呦，就咁介紹。等陣我看講個是我講正回去啊，所以特別走到對嚟我阿媽是講你是講即個紅布病毒。紅布病毒啦，我入面有冇可能講到，我冇放啲 Facebook 嘅書啦。我係北京啲嚟啦。哦。我是啲新疆就上去北京佚佗嘅，迄個就上武漢國我未看過咋，武漢國未看過，我舊咧依家看咩？特別我去北京啊，我去北京真正遠，抓真正遠，特別我去了迄日應該是我去舊迄日依家較遠嘅。你唔加個人講你直接去武漢無？冇，我冇直去，點解去武漢？我喺北京。我喺北京，我講北京是無人嘅咋，因為迄個點已經真正嚴重嘅。你點解伊已經講未冚梅啊嘛，武漢未冚梅啊嘛，伊是頭時你冚嘅咯，伊佢哋是啲落單嘛。你點解北京度 almost 啦，北京本是差不多未冚梅嘅寬嘅咋，佢幾多是無人嘅咋？你以為伊是 capital city 啦，伊是無人嘅咋？伊 MRT 啊，你坐迄個 train 啊 MRT 啊，佢排長長啦，伊 MRT 裏邊等嘅人係有可能兩三個人嘅，包括我四個人等嘅咋。我去 Army Station 不是。6-7個人7-8個人啊，係嘅咯。係咯，我去 shopping centre 啊，是無人嘅咯，特別樣交通整理咯。我都看面咯，冇，迄種真冇講 迄種係大講其實阿弟好似看面地好似看面，係啦，我有看咯，我俾因為我愛ขี่正，我俾嗰度教講咧，都俾就冇過嚟咗，因為往正冇咩有回啊，就係啦，佢就看店嘛，要正到咧看店嘛，佢都新正嘛，新正呢度看店咧。係咧，佢都有喺度咧，嗬，因為嗰啲浪手嘅啦，原來。你叫我，你俾好似俾就冇佢啦，咯，所以我咪啲佢咧俾咯，咁咧我就貴咯，我咪俾咧佢叫我治咯，係了咯，嗬，其實迄個點正啲嘅老古仔嘅人是冇治嘅，真正係啦。你剛才因無正就感覺就講話，迄個代志安尼大條嘛。啲會啊，大家會嘅本來。因為伊唔是啲武漢嘛。武漢嘅話咧，我感覺我特就驚咯。特別啲北京咧，唔是講驚啦，本地都冇咩人啦，嘅真正嘛。佢嘅路是你車真少呢咯，你是啲路會走啊，困啲頭卡款嘅咯。伊是特別做事啲嘅咯，伊排位北京是一地人嘅嘛。真嘅。北京是北京啊。北京對，我講學嘅話係北京。你好，我見日本啊，日本好似冇人嘅啫，你明白對面做廣行館嘅啫，你佢一根本是冇咩人嘅。你好，我第驚係咩啫？第二年嗰時，我過嚟你冇嘛？自己過嚟你冇就覺得冇咩人嘅咧，就覺得咁樣嘅咧。你成個島咧就係咯，呢個是呢個唔是講啲咧，真正偏僻嘅所在，就 rural 嘅所在咯，呢是只普通一個 town area 一個結構。
即係角頭嗰邊咧，但係嗰啲New York City Times Square 入邊冇人係咪？唔是咁嘅，但係安尼所在冇人個啦。你成個你個 Manhattan outskirt 呢邊嘅特步話 Brooklyn 咧所在冇人咯。我冇見佢 New York，我就記得搞啊！就搞啊！就我講話 Brooklyn 係度路樣，冇見過。OK，係咯，呢店咧冇咪開啦，有開嘅咧，不如就做人咯。係咯，我唔執半呀，依開嚟neighborhood嘅呀，畢竟有攤錢啊就。係咯，我咪自己咯，個朋友咪咪自己咯，依時開個啱嘅8點，伊個大佬裝嘛，伊想別人冇開，係咯，我開個8點，我咪自己咯。我是下晡1、2點咧就暗暝2點我就，我食了啊。啲阿哥兜佢面話：你18位，我18咧嚇，來走啦，我就走啦。做咩事咧？冇我咪冚掉咧。嚇，做咩事咧？冇我頭嘅叫我冚掉咧。做咩事咧？伊叫我冚掉就得啦。伊佢哋都冇人噶啦。真正是唔是安尼？我而家坐滿少人嘅咩？伊人家了把你咁幫嚟數。Iya, kalau balik kampung, tapi itu tu saya sudah, wah pergi kampung, isi balik kampung ni, tapi bu aneh kuacang lo, tidak jangan kuacang lo. Ibarat mana, lu sangka kamka anjur mana si zombie apocalypse, si ada mana. Lu tu, bilang saklang ma, lu cuci le am kat tahu kan tahu bi lah ma, kamu ada kira lo, zombie jauh dah mesti lu kena dia malang bodoh ma. 阿龍啊，頭先我哋講，呢度就嗨咯，我哋講。阿龍我哋講，你冚邊啊？你我見冚邊浪，安怎叫你冚邊馬 face？有時叫做吹暗。吹暗。那人哋叫吹冚本啦，那咪叫吹冚咯。啊，對。吹冚。哦。Actually，呢個 scientific basis 所稱吹冚啊，冇蝦米好事啊。吹冚是。Actually。冇用嘅，你若是俾國家機呢，伊是無好。你若是掉一批，你買貴卡別人咧，較好事啦。夠效嚇。夠有效。我俾咗同意哦，我家己就實際啲就，因為我對佢咧，我本身期正我都冇夾手啊，就我就冇談嘅。我期正對，我常常都要話事人呢陣就我最夾手，係咯。我本想，我天嘅事，我叫大家都叫手嘅。叫一天之外咧。No。係啦，我佢做，係咯，我未做咁，特別我係夾手，係咯，談咯，係咯，係我談咯，係咯，我Scratchy throat 你夾手，成日夾帶。我對嚟佢牛咧嗬，我對嚟佢牛咧，我頭先講下，你咪入 office 好講，做咩咧？你地方頭尾你出嚟規則。你make sure 講家己無代誌了，你家嚟做緊。你 quarantine 嗰啲self quarantine。我 quarantine 話就，你講下，你咪 don't feel bad，因為咪咁講冇歡喜咗。你尋日咪是兩禮拜啊？你那是你做好事，你特別多啲做兩禮拜嘛？我對佢咁先，即係你上次講未出嚟過嘅，兩禮拜嘅出嚟過嘅，因為嗰時講，幾下子就會看到咧，幾下子有symptom了嘅，迄個根本是幾下子嘅。我啲厝得攞伊叫我頭邊起來攞啥子了，幾後14日你告訴我出來嘅。哦，你話我當見14日，我頭順起係就要接你順咩啊？我是安怎的？我是迄種我無驚死嘅，我調本好啦，我無驚死，我走出去嘅，我是特別 of course 啦，我個人呢點時我就乖，我喺厝裏邊人哋叫 delivery 我無出去我就乖，特別咧我是迄種，若是講有影正就。會嘅咯，本是叫人咧，我是無驚，我是嚟唔是咁假上啲假死人。你是quarantine是為咗買句合別人，唔是講你家己驚死。對，我唔是驚家己丟咗，我是驚講有影我正已經丟了，我買為合別人，所以我買啲處理咯。係咯，呢個我非常之聲，我是攰負地度，我除咗吹琴啊，做工嘅就係咯，我平常時夾手咧，我會加班先至夾手嘅。當叫我都唔夾手，亂嘅，我成夾手啫。我亂咗，佢個袋咧無能啦，我夾度聲掃出來飛淡咗。我驚我當時實際啲啫，因為樣會聽啊，你在鼓勵人家實際啲嘅。我未到時，我哋嗌夾手咧，我就已經行出來嗬，佢袋咧我比較冇方便咯，容易。而人講夾手啊呢？vampire 都卡手到你就是啦，我特擺本身呢喎，都是我只股我訂單在啥時時條啊？我知道我是安尼款，
領導 SARS 是SARS 你叫咩？SARS 個一個咩？另外這是 H1N1 bird flu 是你叫 bird flu，我知道。Middle Eastern Respiratory Syndrome。bird flu 是美國嘅。bird flu 我講聽，bird flu 是 one of key。bird flu 是到底 start 啊？邊是中國？是美國咩？美國。美國。所以到底 bird flu 是到底 H1N1 是 bird flu 咩？H1N1 是。是啊，是 swine flu 嚟，H1N1。swine flu。H1N2 啊。喂，這是 early 2000是不 mid late 2000是 late 2000是咩？即係攞清空被攞清空膠呢？打死啊！那是打死啊！打死年青空沙。我假設是因為沙是點先啊？沙是較早，SARS 較早。SARS 較早，2003你看啦。美國 H1N1 是2009咯。啊，2009是，就是你迄個是叫咩？迄個是 H1N1 是 bird flu 還是 swine flu？swine flu 對swine。OK， so 我咪是到底我 office 位咯，我是到底教面嚟做嘅。我到底我 office 咧嗬，แล้ว我到，咁我就冇驚，我because hypochondriac，我就冇驚咯。แล้ว我咪是我係後尾有一個 designer 喺度。特別，靠個真，一手個真正辣你知哦，所以我攏個驚啊！我就哎呀，my god，my god，我驚啊！樣無講只我特別我係看到成個包，未必個10個triệu咁樣呐。然後我就驚，我個人驚啦，我就自己夾 mask 嚟，你知我講，我就講啊，我就叫 office 人講，就是講攏就我係 generally and。announce 講，但是你有卡數上面嚇，你請 mask 啦 ，please 叫人請 mask。有多處啦。嚇，你嗱做緊你咪是請 mask at least，你卡數是你人卡數，冇一 never 請 mask 就啲卡數，你冇人驚我講，哎呀，伊買請 mask 我自己請啊，所以我就請到 office 請 mask。你睇喺度潮啊，你就又覺得我潮啊，你話呀，咩好潮錢嘅馬上面嘅，我驚我自己。Then 過咗時過咗幾日禮拜一號，啲殺手前隻股唔得攞禮拜一嘅上禮拜一就冇嚟起喎。然後我講，哎呀，安怎啫？冇事，特別有一丟啊，H1N1 啊，一丟。有拖回不？一丟啊！有好起啦，特別丟啊，特別有好起啦。啊 ，H1N1。嚇咩嘅？我 A level 嘅時，我有一個朋友嘛丟，我用幾禮班 quarantine 啊，一禮拜冇通去讀冊啊。哦。然後我 quarantine 迄日啊，我發燒哦，驚死我。喲。我就去貴咧，蘇班家呀，愛去找迄款有 test kit 嘅GP 啊，我猜無是發燒呢。so happy 迄日我發燒。咱咪講你紅布病毒個，咱講成個平常時咱就感上紅，你可能會是會病。咱成個頭先咱講換一個 season 嘅時候，當時會掉成個腦咳嗽啊上面可能。腦掉感是 flu 是唔是？感是 flu。OK， 所以上行是 cold 啦。No， 用 flu， 免用一話 flu。嚇 ？flu 是一種viral infection，真正聽咩 influenza。嚇。用 flu， 真正濟人做安尼款嘅唔對，有人講我就叫 flu， 我頭就叫 flu。好啦，好嚟啦。而家嗱，我請過手。你是上行啊 ？flu 是真正忝嘅病，你若是叫發燒。我講你聽，我做陸軍學生時，我諗去做行啲陸軍老師，我有一個大陸軍，伊人去教人，伊教我一項物件，伊講，你若是要看有人。有 flu 呢，有影正嘅 flu， 伊是多條啲嘢問題，你行20分，你下啲塗骹，你講你聽，你若是白起來，你問題，
去扣伊20分，你会使收，因为伊若是白白起来呢，哈你是 flu。你讲明白无 ？flu 是真正忝的真正来你若是叫做 flu 的老人甲少年，囡仔是 baby 会死的。是啊。你讲会记得 Spanish flu， 1918伊是大世界就拍了的是，几若人死叫 Spanish flu， 哈咧是 flu， 他那人呢讲 flu， 哈咧唔是 flu， 哈咧是讲叫感尔，哈咧是叫感是 flu 咧。哈咪 general viral illness 呢？咱就是讲，咱就是讲，咱等人叫感的时候，咱讲下面根本叫感，使话是叫 flu， 感是 flu 咧，是咧叫上风，个是 cold 的款呢 ，common cold。我叫 influenza 是 systemic， 你规身骨掉，你会见噶了，天疼，人哋动到你本，动到会见，你讲啊，疼。你所以應該當時講 influenza 個 flu 是無相對 influenza 個 flu 是無相，所以咱講當人 Mandarin 也是叫傷風，就是 cold， 成日 common cold，then 感冒個是 flu 嚟，感冒是 flu 是 short 是 influenza 嘅地名和 influenza， 免講 flu，because flu 是真正忝嘅病 ，flu or influenza。想啦，伊講意思想啦，伊是一個 scientific name， 一個地方嘅名，一個個地名呢。flu 跟 influenza 是想，因為感冒是感冒就是感冒唔是 common cold 嚟，定感冒是 influenza 誒。感冒是，傷風、傷風，有可能無本啊。傷風，特別我是講成日掉感咧，就是成個哇，你成日100%可能你隻招。嚇掉，特別你先掉嘅是 first day 是 maybe 會掉腦痛加譬如講流鼻嘅啫。嚇。我未有個真係流鼻嘅。嚇。嚇了，一頭未起床嘅咧。我嗰隻掉是無流鼻嘅，一頭規身骨痛 ，after that 發燒，就發燒啊 ，after that 哋去驗藥啊，去 test 啊。我掉 flu 嘅，特別我掉 flu 還是 cold 落嚟冇上嘅，跟住 start 啲腦痛，所以我唔知講是嗰時你識嘅。啊，你看你過日有發燒，發燒真係嚇。我真係冇掉。冇平常時掉 flu 伊流鼻較少嘅嘛，無安尼濟嘛。成日掉迄個 cold 咧，cold 咧鼻真濟鼻就是被衝開啊。我頂住掉 flu 我掉真濟鼻，老啊攞3節未停嘅鼻。我咪吹 translation 佢看是唔是有上風加條感有情操。阿龍知阿龍，我乜嘢？你知啊？上風加條感有無相啊？我一落來是講上風咧，就是流鼻水嘅款呢，不，較無咧嚴重。了條感咧是 flu 啦 influenza。我實擺是講咧啊，特別我同你講，老實講，人講啦，邊啲福建人講流鼻水嘅了，其實都是條咁嘅，一無插入 influenza，還是 cold， 你是叫咁。because 有冇用迄個 cold 嘅字嘅，馬來西亞人冇人用 cold 嘅字嘅，叫零嘅。哦 ，I got flu，條零掉咯。哦，因為等陣你阿摩西人講我條 flu 呀。有人講條 flu 啊，是啦。我別講，I got flu，特別講啊。哦，特別美國有半嘅，美國就是講I have a cold，I caught a cold 嚇。係啦，特別我平人接嚟講話，flu。last week 我就做 flu， 所以我講是啊，所以你看啲問春5節未白起啊，冇啦冇嘢咁啦，所以我講嚇，所以你冇掉 flu 咯。唔知5節7節哇！
伊无只要個即係人在即係人即唔準備白起啊哦，你規身軀聽嘅哦。係啦，flu 是就咁咯。flu 是就咁咯，係啦，你普通嘅上腔應該是 cold 咯。我同你讀掉。cold 是個蛇咯，cold 是個蛇。我講到説，cold 是較普通啦，較冇你食啦啦。特別咧，我有食物件，我真奇怪嘅就，因為我當然你就係講當然咱人即個 coronavirus 嘅事啊，嗬，就係人啲亂講啊，中國安怎，係咯，平人安怎，你看到中國邊咧，伊就買互你接，買互家己國家拄着迄個事本嘛。所以我有一個真奇怪一個 situation 就，因為真係讀啲人冊，人甲咱講啊，美國嘛是有 swine flu 啊 ，H1N1 啊，嘛都真係人，做咩事無人講啊？但係我家己感覺啦，因為你看是中南部紙嘛，你看中南部紙伊就係講甲中東嘅世界有關係嘅物件，伊無去講美國嘅物件，我感覺講唔是講無公平，咱家己報中國無好嘅物件呢，美國。人就監視，人無去講，我 feel 到應該是，如應該人真係人無看紅毛報紙嘅事啩，我感覺嘅啦。一個嚇，所在咁。冇啦，人講是無 control 啦，美國人無 control。但係伊攞下物件是唔是會使廿嚟講白咧？伊是唔是講出？有人是講，即係阿摩所在，為伊來報紙寫講，即係是中國病。有伊感覺講是真係 racist 咯 ，because H1N1 是人都冇講是美國病。Actually H1N1 swine flu 是 actually 是 start from Mexico 嘅 ，and then even it jump 去人嘅時候，it jump 去人時候，一變 H1N1 時候，一大美國了，所以that's why 一變美國嘅 flu。但係人冇，嗱全部錯唔寫講美國嘅 flu 咩？冇啦，即係我明你講咩？你講清楚。特別嗱，是講英國中嘅啦，伊嘅立場是係咪咧？你感覺講即係咱講美國病加中國病啦，即係落嚟咧，美國病先是伊嘅咧，美國病先是加中國病係廿嚟按講病咧，咁就是相關嘅物嘢嚟咧。就是講中國病當然咱話就係人緊張嘛，因為你掉了，我家己知掉嘅情形是，你掉了過後。你有可能袂醫嘅，因為你無藥個嘛當然。特別迄個美國病，迄個所講嘅H1N1嘅 flu 咧，是唔是有藥醫嘅？所以無人去看。有 vaccine 嘅，H1N1 冇，H1N1 有 vaccine 嘅。當今有啦，佢暫時掉嘅時候，有 understand 所以掉想啦講，特別我是特別有人叫美國病、中國病咩？當今冇啦，人講哦啦，我是講人有啦，其實我記得是人講話，個英文啦我哋就哦，特別冇，等人報紙有人講 ，because 咧thinking because racist 嘅事嘛，所以人講人家咧講 because it start with 武漢嘅 virus 嘛，武漢嘛。所以是中國咯，中國，咱嗰啲人 racist 嘛，所以人講嘛無 fair 嘛，做咩事嗰啲 blame 中國嘛，讓美國時候根本都無 control，搞個東西佢有個，安尼一人死，and then 我哋即中國死嘅人 percentage 較少過路人即個 H1N1 是美國來，根本無 control，做咩事咱無 blame 中美國咧，無講美國咧，看咯，我個另外一個 theory 啊，你講成。呢，當今嘛，一隻 country 滿是買學中國人接有個叫 quarantine。你下不掉下你H1N1時，無人講美國嘅人未使來我嚟所在，我是伊人來了條 quarantine，所以伊人感覺講即個是真正 racist 嘅事，伊是看賠咯，嚇無公平嚇。但 OK，所以人感覺講。我有另外一個 theory 是講做咩事人，可能驚啦，可能 fear 啦。我是rasa是因為伊個政府嘅事，因為政府咧，你在中國政府較愛 control 嘛，你含新聞下，含物件，然後人驚講伊無報成100%出來，是有人是驚可能，了人是想講美國咧是較 open，特別有當時本是無100%本上可能。tapi我感覺講俾你教你為中國政府，因為我冇咩中國政府嘅。對。
我感覺伊人做了這個 quarantine，伊家 control 講這個病家未出來，特別一個人感覺講伊人騙啊，講一個招人死啊，係咪啊？特別一個咧，有時美國掉 H1N1 嘅事啊，伊人是真係唔知講為人死是 H1N1 嘅事，還是because 伊無特人會 check 掉，你知啊？只要來 check 講這是一個病咧，係你就去 test。佢哋人嘅內面成分內面死了嘅人 ，whether 是即個有即個 disease 害到伊死嘅咋？有嘅人得 pneumonia，甲即個都得感，特別得 pneumonia，所以唔知講是 regular flu，還是 H1N1，還是即個紅毛嘅病，你得 test。然後我聽講武漢是應該是但係又無夠濟 test kits。to actually test 講是人死應該即個病嘅事，還是 regular flu，because 講見過少有 flu 嘛 ，winter time 就有 flu 嘛，所以唔係講到是這個。因為伊人感覺講中國嘅政府是逃避即個事，特別 actually 達嘅 flu season 本是有安尼嘅事嘅。特別這 they don't really know。這咧，就是我講到，就是講係有你這你見講嘅啊，都無差唔多係咪政府嘅時候，本時讓這暑假 spread 係你嗰啲叫咩conspiracy theories 啊，你知啊 conspiracy theories， 你是嗰啲是 activist 啦。有 conspiracy theories 咧是愛成啊，你講咧 conspiracy theories 就唔出嚟講就對啦。係啊。冇物件我愛出來講嘅，愛做夠。我無辨別啦，maybe 即係英國定會講啦。伊講啊，你看規個美國啦 ，normally 啦，佢個熱天點先先好，一個 case of flu 哦，佢個 influenza 都無啦，做咩數冷天開始來咧 ，and 咧伊生出來咧，做咩數熱天無誒，都 totally 無誒，都 totally zero 誒 ，and then 變咗 flu season 伊個 survival of 伊 virus 啊，伊 condition 啊，有時你幾大嚇，咧伊 dryness 伊無淡嘅時無濕嘅時候，伊就較。這 virus 是你幾是那邊水嘅點 ，water drop 水嘅。呀啦，其實講，所以那較無人喎，無人掉水水走出來。較淡嘅時，伊個 droplet 落，較嘅。伊個 droplet 會 survive 較久。濕嘅時，特別冷。你講意思講熱天時咧，人嘅身軀有 flu 嘅啦，然後伊是 dormant 嘅啦，伊是想要困掉嘅啦。你冷天時就活出來啦。伊袂pass，伊袂傳。貴較人啊，伊袂傳。伊較無夠貴，較別人。所以你就是講。熱天嘅時，阮是咪即個熱水呢？UV 們會 kill virus。所以就頭我是講上個美國啊，但熱天時嗬，美國就到熱天時是 zero case 就無 case of flu 嘅啫。你咪看伊熱天，你咪看伊人嘅位嚟看，你是看伊天時嘅 condition，伊 weather condition。Because in medical term 嗬，有陣時是 virus 嘛，there's no case that means there's no virus，冇 virus 到 summer time。熱天時，做咩數冷天時一個仔走出來？你是講做咩事？I see 我知。即係有個 case 出來，是唔是 CDC 掟出來咧？冇。喲，嗱，你係 conspiracy theory 啊！你講嘅意思，唔是熱天無 virus，冷天有 virus。幾年嗰陣時有 virus 嘅，特別熱天嘅 transmission rate 較嘅。熱天時 transmission rate 較低，所以較少人得 virus。冷天時 transmission rate 較高，所以較濟人得 virus。幾年呢 virus 是有嘅，你若是去吹，你是會吹彈嘅。然後我解釋一下 virus 是係咪來 ？virus 是唔是像個活嘅物件你知無 ？virus 是唔是像個 bacteria， 像個一個活嘅物件會鎖來鎖去嘅，你看嘅物件嘅。伊無生命。virus 是包入一個 chemical molecule 呢 ，OK？virus 是裏邊有 genetic material，either DNA or RNA，OK？genetic material 佢蝦米動物蝦米活嘅物件，佢了是有 DNA 加 RNA 裏邊伊嘅 cells 嘅 ，OK？所以你幾日啊？你
ลูกว่าไอ้สิลูกคุยจิตลูกที่ลูกไอ้ genetic material ลูกใจบ่你陪啊落㗎了ลูก陪啦ลูกไอ้ทำลูกไอ้ไส้ลูกไอ้皮康ไส้ลูกไอ้牙塞牙塞我咪本 remind 我甲大家ลูกที่ลูกไอ้ genetic material okay ลูก genetic material 啊較濟是被 infect 人 because 冇排害冇排害變頭款去呢特別ลูก若是 just 無條啲啊ลูก genetic material 有是一 segment of DNA 會 infect 人嘅呢哈你是ลูก就會叫到 virus 了ลูก就叫哈你是一個 virus 了so ลูก大人大物件大話嘅物件糖別寶富膠藥哈咪本話嘅物件會錄 virus 嘅是會 infect 人嘅是 Benzovirus 嚇特別 RNA 嘅 DNA 冇相RNA 嘅快 mutate because DNA 裏邊啊有一個物件嘅 control mutation 嘅something that can control mutation but RNA 冇嘅 so that's why 一個 animal only 那是一啲裏邊一個話嘅 cell 裏邊呢個 cell 呢有 DNA 和 RNA enzymes to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the DNA and the RNA 那是出來了啲裏邊一個 virus 是baru 一個真正一條 DNA 和 RNA protein 呀嘛 protein 呀 RNA 呀嘛 that's what virus is 一個 protein capsule and then 呀一個 protein capsule 呢 okay so 即是 DNA RNA 和 protein capsule 冇蝦米 enzymes 冇蝦米八項嘅種嘅 chemicals 了伊就要用伊嘅 host enzymes host chemicals to replicate okay so 伊就要動掉 so like 咱叫 let's call the flu virus 啦 okay flu virus 裏邊有一個 DNA okay DNA 條真係短呢我唔知幾耐 base 啦 but 你會去看了你會睇到有幾耐 base 呢伊個外邊呢有 protein capsule 伊個 protein capsule 是都多好會合甲你個腦後嘅 cells 嘅 lining and 都多好呢伊有H hemagglutinin 甲 N neuraminidase 係你內種嘅 molecules 啊都多好會合甲你個 human 嘅 respiratory lining mucosa 會合so 伊個 H 甲 N 是按怎人 identify virus so 你叫 H1N1 啦 H2N1 啦 H1N 啦 H 幾含幾啦係咪okay so 伊用伊 H 甲伊 N 會合甲你個 so 伊調你個腦後 so 伊接去好病 so 下嚟是伊個 portal of entry so portal of entry 伊個 DNA inject 去裏邊嗰個 cell 是哇伊個 DNA 安尼都多好有 replication enzymes 喺裏邊嘅 cell 伊就會活了 okay 特別伊家己一人呢伊無蝦米伊無 ability to multiply to replicate to 蝦米 so 甲了嘅 virus 是像伊是干那 DNA or RNA 加一個 protein capsule 呢so 你家己想啦伊安怎來是你嘅家己嘅 cells 錄嘅咱家己嘅咱活嘅物件咱動物啊家己嘅 cells 家己錄出嘅所以伊未發嘅伊是唔是家己未伊無 life 嘅未家己未活嘅是咱呢家己錄咱嘅 DNA material 直錄安尼呢是做 virus 咯但係即係 flu 嘅 virus 唔是緊係 RNA 咩？要 DNA 咩 ？virus 是 DNA。Flu is a normal virus，唔是 retrovirus。HIV 是 retrovirus，HIV 是第一出名嘅 retrovirus，第一出名嘅 RNA virus。Influenza 是 RNA 嘛是誒合個 DNA，你用 reverse transcriptase。好啦。你若是有 reverse transcriptase，你會用 RNA 做 DNA 了。
有時講，咱嘅 body 是 DNA 嘛了，咱嘅 body DNA。If you 做是新嘅 cell，like 可以 cell 入邊，是講 mutation 對 body 嘅。RNA 是一個 DNA messenger to replicate more DNA. RNA 是the template 啦，做 template 啦，做 copy 嘅啦。你是大馬是最，你是鹹水啲是冇？最。得咯，我減啲，刮減啲，得講話嚇，刮減啲。我頂到時我直接叫唔掉，變做影響掉，影響掉。你看啦，我 computer。你 DNA 啦，你 DNA 到啲驚。係 DNA computer。你 DNA 㗎啦，特別，你兩個一個是查某婆啊，查某婆你過來啊。Hello。Hello，歡迎。Hello。來，你有咩叫咩？報告講。對。紅無。是講未攰嚇。冇啊，未個。當我講。紅無病毒紅無病毒19號。哦。我俾。我係寫清楚。清楚。啊 ，OK。啊。有咩叫講？但係講係你嘅係你咪。mask 係你 hand sanitizer。啊，那個洗手，我要夾嚇，就洗手。係咪洗碗表？洗手較要經過前邊冚面籠。面冚啊，吹冚。因為你屙氣坑，你去幫白行，人放一輪。hand sanitizer 洗手。呀，我聽冇。哎呦，我唔係講 hand sanitizer，我愛。背對嚟 Melbourne 嘅事啊，我攰嚟書包啊，全部掉 hand sanitizer。แล้ว我去 Bath and Body Works 啊，除掉迄款一罐嘅，伊人嘅 hand sanitizer 貴㗎！哎呦，一支啊9 ringgit 啊，驚死啦！哇，9 ringgit OK 咯 ，OK 了。阿漢啊，你是找伊個大罐嘅，還是普通細罐嘅？細罐嘅呐，trap 老細嘅，我30 ml 呢，係細罐嘅。細罐咯。伊 Guardian 啊是蝦米Guard 啊是蝦米7 tooth 冇咩？冇啊，多咯本冇啊，伊人係大人俾㗎咧，講冇 out of stock 啊，冇啊。哇啦！馬路啦，一個月都在出來 stock 嘅。你看到一個。有一個中國位嘅，用消毒嘅佢間厝，咁了用係alcohol啊，酒精啊，是唔是啊？And then 伊無是消毒佢間厝嘛，切嘛，and then 伊無去開灶卡開火，最頭佢間厝爆炸。哎呦！而家冇嘢係㗎啦，有告訴我就啲打㗎啦。冇爆炸，你導會呢？香港嘛。哦。冇爆炸你誤會。掉燒啦，掉燒。我是聽就冇俾你頭啊，就佢我個看到一個，你就係你 WhatsApp 嘅新聞啊。WhatsApp 嘅新聞，我就是講我睇，或者會講你 WhatsApp 嘅新聞啊。嗱個另外一個電話寫起嚟嘅定 WhatsApp 嘅新聞。伊一個兩拍破咧車嘅玻璃。去牙唔知個壓力誒吹琴。哦，哇！啤牙。然後佢哋反正我咪講啊 WhatsApp 新聞，但我寫起來成間好 WhatsApp 新聞就正嘅講哦。Actually 我請下你吹銀。Actually 我就請白雞咋。講來就請下你啦。啊。就請白雞呢？特別貴嗎？你就看下你，唔是你平常時嘅物件啦，特別long嘅Google嘅物件啊。你上邊啊上了啦，熟掉咧嚇。我是冇咩，做咩做新加坡膠囊㗎了冇去。膠囊係咩？condom 嘛。哦。
哦耶！还没數啊，還沒數啊。伊樣耶，叫人來訂 button。哦，訂推啊。加到你看家裡有呀。你有 lubricant 黏咧。打嘅。嚇？呢樣是用打嘅啊，那是我冇啥噶。用係咩？打到 lubricant 嘅啦，乜咯打一個打。I mean 我唔知啦。我講到冇 lubricant 嘅。哦 ，so cute。ไม่試不搞，或者咱講啊，咱 OK 啦，咱講另外一個 topic 是 condom，咱嘢，咱試下起來。打，佢哋是 finger cut 啦咯，佢哋都掉上嘅啊，就甚至嘢立住你 finger 嘅啊，佢哋是 finger cut 啦。唔是你水抓子啦，水抓子，水抓子啊。好啦，係咗啦，你 finger cut 啦，你特別講 family dom 啊。OK。就冇。咱講狼就對啦，咱叫正神敗狼。正神敗狼。係咪是 family dom？ 我唔捌聽過。family dom 是查甫嘅 condom。呢個唔是 diaphragm 咩？diaphragm 啊？diaphragm 都未係 condom。family dom 是上加。呢是狼嚟。上加這裡狼咧係那邊。伊是無上 direction 嘅，即係伊是狼接去，即係狼擒落嚟很。特別伊人講係你個未過掉。我哋都係啲都標得了。一隻合了。family dom 是 barrier contraception，伊你嘅vagina lining 無動掉伊嘅卵啦，所以伊較 protective 啦，上加膠囊啦。他想個膠囊，特別依家大嘛？等陣啦，他講，快啲講，等陣正神敗狼嘅時間講。OK， 快啲。神敗狼嘅時間講，嚟當叫咱講。阿龍都唔見揸咗個 camera 啦。講到對電推。哇呢？啲仔。講到對電推，炸哦！哎呦，有啲炸 black and white。當訂妹嘅時啊，當訂我想唔是訂妹，開妹嘅時下面當我其實我冇當嘅，我特別我之前 before。你講開 lift 嘅妹啊？冇隔了嘅妹，隔了嘅妹，我冇當嘅。嚇！我唔是個當伊妹嘅，我用我嘅卡合伊開，因為那是特別叫你。我用伊個那邊嘅抓，對，我本上你看咧，因為只驚我開，你在有嚟妹，伊咪是安尼看你實講落 office 嘅妹是得咯，伊妹安尼看劍就 handle 嘅嘢病啊，แล้ว我較濟時咧，我叫我 elbow 嚇，指我嚟我叫我卡教，แล้ว我 already habit 只關係啊，我冇，你 look 只招你。要冇動到呢邊啊，是你去動到要冇嘛，所以你手家裡是點就愛動到呢邊嘛，所以我安尼殺落來咧，我講我係卡膠。elbow 較近過動到呢邊啊。所以我 elbow 佢，你就我去 Las Vegas。你下次到你 elbow 咪是掉咯。我出病啊！冇想啊，我下次乜咧下次掉我 elbow，我手你就我咧講多得，哇！你講，即係手是落學你家己。elbow 是學別人。對。咧那是。對別人咧，你講。就是你脫水是你脫水是安怎用卡？脫水啊！脫水用卡，我用卡對。我用卡哦，特擺。多厝多外口 public 嘅就用卡搭嘅。我們想。隻招上厝啊，可能除非 gas station 啊。對，我用卡搭，冇脫水。有正面鏡，我用唔食咯。你用啲水啊，你係抓你係見面抓了，見面抓了了實。你見就問抓，貼了時間就問抓，特別我開始用卡，老實講。你我講下問題係我覺得嗰啲，即係你是美國去美國，我較看較濟，你去巴嘅時啊。伊人係一拖到啲那邊出嚟，我學最本嘅春秋啲，我唔捌。是 Logan's Law， 伊講 Logan's 啊。
大陸為本字啦，就係。而家啲當咩啊？係你是真咩？唔係講啦，用手去屙皮筋啦，切下脆啦。Korea 都炸正嘅心擺啊，係咪貴啊？有去春秋去夾河豆，然後我是冇當嘅。Korea 嘛是想 Korea 伊個炸雞 ，especially 有炸雞有啉酒，淡薄遐尼啦，有炸雞位吼。伊個 pickle 啊 ，radish 大講 pickle 啊，係你家己嘢開遐，但係我食就流晒啦。特別係上炸哩，你知哦？呢個上炸哩，你土豆你上炸哩，你去辣嘅，還是阿摩藤啊，甚至手咧，你去辣。最弊人牙迄個湯牙本學開遐是，啊咗，你掉迄個stomach bug 是要得英國人嘅嘛？stomach bug 哦，我感覺講嗬，Korea 伊。有一個真嚴重嘅問題係咩啫？因為你講食蝦米物件啊，你食蝦米蘭椒冇金枝嘅啫。所以你去食大概你去食spaghetti本好啦，本係金枝。但係你所以食spaghetti，一般冇金枝嘅。一冇金枝一嚟死嘅，咁因為金枝嗬，伊金枝是一半一半嘅嘛。OK， 伊有幾多種嘅無常，可能河滑嗰度，伊河路，你就坐落嚟呀，伊就成河路。一成河路啦，佢金枝就出嚟，一直細啲上，一直出嚟，所以一成河路啦，以後咧，所以一特半金枝咧，嗬，本時啲隻就多咧，硬會屙出嚟嘅咋，所以我當時我看到你金枝啦，我咪食咯，嗰陣時，但是我冇食咧，話一時時間都跌到啲你硬嚟邊嘅。冇啦，我唔制，我老實講我唔制咯，老實講我唔制咯。你話韓國人家清氣哦。誒嘅金枝唔是講擺得水水嘅物件咯，金枝是貴補嘅嘛。你睇看到金枝時候，金枝有人食貴了，一跌到對那個屙出來咧，誒金枝是爛個佢聽嘅嘛。咁我冇當時咁時咯，第二種嘅做法係咩啫？伊用特特嚟到底有一個硬細細粒嘅。伊係金枝喺裏邊嘅，所以你挨落去你就勁嘅。問題是喺你硬開起來，你勁啦，你冚到啲，佢勁，冚到啲，你硬直接嚇，你按你這人直接裏邊，你幾百個人換起換落上嚟到底，係硬嘅物件啦。伊成個但是所以我條流晒阿媽成日食你豆腐啊，所以有陣時我哋成日都唔得見過咧。係咯，副食物件，但係我哋講嘅面個，你講嘅第一件啊。很多人是食飽肥免水氣嘅嗰種，所以咁國家是自己這邊去叫他們嗰種，所以韓國人就哇，特別嚟打波半好，打波半好啦，咁樣是打水，打整個水水嘅就，但係邊樣佢就係幾無細超嘅咧就放住。打波呢？打波呢啦，打波呢。好啦，你唔少啦，上嘅，我同你講，我唔要等是上嘅。我當時我其實我邊一時咪你出去查我嚟，我咪你出去查我啦，因為揾可能少少行到軍事講幫助啦，未四超嘅嘛，係啦，依家是我講咗，因為查我，就講好咯，查我邊時我哋查我對呢邊時啊，我講幫助咧冇四超，佢幫查我就搞咗啲嘢咯。依家度化妝啊，蝦米啊，我死哦！你冇當啲韓國，你冇講韓國啦，白貴成話咧嗬，你冇看到啦，電視機冇好都看到你。你 actually 我個想到，我個想過伊人，你就都因為物件咁啦，整個零的，你話實講你是得的是。啊，你就看你，其實萬一係個部出來一個部四隻手咧，係個嘢物件嗰啲相機，物件嗰啲嘢你點知？係咯，唔知上劍師。我當邊你是看到。我講講，因為頭咁嘅度啊，咁咧本身係你到底有嘢咗，你到底有隻到底入邊有隻台，你佢哋台啦，咁咧係啲病嘅啫。你到嚟睇係你參乜能也用佢咧冇。對呵，伊個咧上一個，伊個上一個 container 嘅度嘅伊頭強嘅啦嚇。特別邊咧，老師嚟環照啦，老師係日本人。係咪人？韓國人嘅人，我講韓國人嘅比較日本人嘅垃圾。我啲韓國人就係，我哋 just 要 certain 嘅 pet peeve 啦，要 certain 嘅嘢我冇明白嘅咯，誒佢有時一愛情喺度，特別係啲幫佢爛椒啦冇細超咧。冇啊，我買韓國人真係垃圾咩？比日本人。你未使白人人，你白人人嘅時間啦韓國人咩？我做韓國係參觀頭家做工過嘛，就所以我知嘛。韓國人一個參觀就咁啦，貴國嘅人。
呢隻場館我請抽3000中國韓國人就。韓國人唔是。啊，然後搭住先咧啩。意思嘅配做廚師嘅，咁樣好似你看嘅，只垃圾嘅，我看到甚至哎呀冇眼睇啦。我在跟你 plaza 嗰時啊，我去在京啊，我看電腦你就冇做工啊，就嚟 restaurant 咧，因為咱穿嘅 restaurant uniform 有伊個名啊，你係去在京啊，出來啊，一頭冇洗手就走出去啊。我人家愛問阿龍啊，做咩數韓國嘅toilet嗬，設一嗬，幫洗手未使掂到佢坑嘅咧。一條睇。如果未，我負責大嘅 Airbnb 嗬，特別客咧就我叫佢租人講，我都未使設喺落去嘅，如果第掂邊一3-8湯位。伊厝嘅洗湯冇。台灣嘛是像，你看呢，未使掂，幫洗多啲。第一攞即款嘅地方嘅，即係係韓國，平時嘅啦。當見泰國本上啊，你看。我是別講其實用幫洗左嘅，我有陣時有時冇必用幫洗左本嘅，我試過用水嘅嘛，咱唔係即係人是用水嘛，所以我講先學嘅袋咧學辣嘅咧有4嘅是冇 B 嘅咗，咁咧有6嘅有 B 嘅咗，所以我特到你其實嚟講我被做大嘅啦。我之前我就有 B 啲有人用咗，我就唔用咧。我等伊走啦，我跟住去用嘅啦。所以我無非就是有啲人用prefer 冇 B 啲用佢種會用防曬霜嚟切下，其實佢用防曬霜是，攞會當係用防曬霜，我別咯，我卡出去兩樣。意思，你一卡出去嘛是係用防曬霜切落去打。我當然就作一啦，我只啦切無成件，我可能切用。必須你不切啊！一般樣嘅，你是你作出是擺嘅話啦。Hello。Because Malaysia 和華南人 influence 啦。但係是好事啦，你讓誰都前去。我食下吹啊，係咪？你是講咩？兩個切下吹下。咱切下吹，咱等人 Malaysia 等人切下吹一個死嘅嘛，and then 韓國人是切下吹呢冇死嘅嘛，阿摩人咪是啊。等陣阿摩人是係咪？你用 bidet 人咧？有無個了？我用 bidet，我個美國人啦，佢就是切出用抓呢，冇死嘅嘛。有。對對。我有 portable bidet 嘅咋，我去食烘嘅時候。我知。你食慣嘅嚇，食慣嘅嚇。我慣嘅。嚇，我發覺佢咧，你是 electric 嘅是 gravity 嘅，我看，係真係是有 battery 啊！講句啊，你就特別人講俾嘅。我都識啊。lu batal lah mas kiki kahle medical race ile chale se ko kia ya. Alice Squatter啊，玩看，Squatter即係樣個係得。等，你對唔好，你未使跟你看人，你都別講，你講，你講，你別人講話是伊個 screen 是你啊，你講啊，我是講 squatter， 我諗答就。等下未使講了先。有一個攞棍出，好多寫 squatter 咧，意思啊，人家鎖水煲，特別一掟落去，嚇呢。OK，來，學點講。學點就俾講話。阿龍，喺你時都係但係咧，我如果係最，要是你喺你慣你整咯，嗬，你慣喺佢起來咧，嗬，你咪食飯嘅咯，而且地主嘅咯，係咯，一直站喺面前，成個人之後係成條條嘅，所以你近嚟真係做面，真係做白面嘅啦。冇你係做白面嘅款嘢啦，應該係轉嘅啫，應該要就冇 vibration 嘅要轉嘅，所以一直有時站喺面前咯，一嗬係佢嘢咯。對啊，嚇！你嚟你有一個擺位咗，你有一個擺位，係啦，你同佢安怎做咧？就是即有電台，我係電台咧，係啦，即有兩個button，是細粒加大粒 ，OK？所以有一個關節性嘅，你最底係滿佢拗，咁冚掉。所以最個時間咯，你最咪正支旗咯，一支旗咧就有一個坑嘅，所以你第啦button嗬，一最係一邊會按嚟款轉出來了，所以你放曬時都按下啲一邊位啊，要我嗌。好用哦，我嗌哦。
用 battery 嘅是 rechargeable battery 咩？攞 battery 喂，當機有 rechargeable 咧，特別我買掉嘅，但係即係你是 battery 嘅，係咯，佢哋一個一部成個 BD 是講下下路嘅轉水，但係哇係㗎，因為你架帶你有我覺得嘢，即係冇咯，即係你是熱水嘅辣。安尼強咯，特別會清洗啊，會清洗啊，是嗰條。你咪點啊？嗬，你淨係去做雜項嘅，就係攞去嗰個逼啲又好啦，去所講你desert位去做嘅話咧，嗬，你就走好用咯。教煮龜啊，就是講你咪啉水，即係你個就啉水嘛。等陣我咪講四超，我咪講四超，咱差唔多咪了，後尾就話就是四超，四超。Hello，佢哋面就是蝦米票？蝦米票？蝦米多？你叫一下就拎出來啦，韓國呀，你把刀啦，哎。你啦，愛買是叫英國條，不叫後條代理又亂啊。後條四卡吹。後條四卡吹，代理又亂啦。我咪講四超嚇，咱講四超，你問講凊彩四超本是上哦，你四超不話你安怎四超個有效哦，那個四落股咯，有人咧。注意呢 ，flu 呢凍到就呢就傻咧。你講就按照四超夠效。甲周醫病，甲周醫病，馬殺師病咯。病，有條做我真㗎。等陣，我講安尼，我是看未到，直講安尼是我哋都有。我哋而家定啦，我到 hospital 時有搞講你就要 proper hand washing 嘅。嚟下做。technique 嘅嘛。So 嚇，先อันนี้น่ะแล้วจาลีหรือจาลีอ่ะแล้วสปริงค่ะแล้ว頭整嚇丁面丁面แล้วสปริงแล้วเตอสปริงแล้วสเนแล้วอันสปริง即是寫女จาลี講ค่ะแล้วก็อันนี้頭จาลี仔頭整先解跑未得咧水水咧冇寫usually 是係有些 risk 我未有啊我頭先是做馬來西亞我是寫㗎我是白嘅得咯講我是啊是講到馬來西亞哦係啦當緊個邊當緊成 sweater 個邊我寫是我嗰隻是呼機係咩嚟我寫少是寫呢咯寫呢อันนั้น我是我自己辦法啦寫แล้ว我寫呢อันนั้นเสร็จแล้วตลกฮะแล้วอันนั้นเสร็จว่าจารีถอดเสียงแล้วอันนั้นถูกแล้วจะว่ากูว่าถูกอันนั้นว่าที่เชียวฮะเชียวเลย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唔係 Happy Birthday 咩？Happy Birthday 咩？Above the world so high like a diamond 你唱個快樂咪辦咯 Twinkle little 20 second你唱下面歌本就使啊！你愛唱愛拼才會贏，真正你是個你唱，有時起的那個hoàn thành。我講 depends 到落去，我到落說 if 到出世咧，我有說咧係bristle 嘅 ，because 你真格會未洗掉啊嘛，達到，所以咪切少少咯。啊。แล้ว特別我是人到處我做工嘅時咯，我寫手當結要 at the best flu season 嘅時咯，哇我寫嗰個隻，你one thing 一部你寫啊嗬，哇我那個愛別嘅東西，寫手寫啊，แล้ว我那個愛打。你用小水是嘛？有啊，就是特別係 lotion 佢我 desktop 特別係 lotion 咯。我特登係coconut oil，because coconut oil 咧，你流血啊嘛，你手嘛嗬，所以 coconut oil 伊有係你上個antiseptic 嚇，伊過濾，heal 濾嚟 crack。我是無別㗎流血個啦，我是仔打可能啦，了我就抹 lotion 咯，我真驚，我唔知我跟你講，OK，我不跟你講，等我去 Las Vegas 嘅事。Las Vegas 的時呢，往
往有一 podcast 嘅 convention 度邊嘛，所以只一 podcast 是其實你在 convention，你在 Las Vegas 就真濟人啊嘛。你一行伊妹啊，係咪物件？個了啊，按隻手安尼動劍啊，所以我就隻行我就開妹啊，安尼睇我是嘅，啊得嘅 elbow，啊無就是我看迄個人啊未冚嘅妹時，我就嘅卡他咧嘅 elbow 那件咯。你有個人就笑啊，你podcast 上個了講，你看隻 germaphobe 個唔敢動嘅妹，較頂貴啦，convention 對嘅事。冇啊！我冇夾掉啦，就我先接每隻影嘅嘛，因為開掉，你咪是真係有冇攤嘅時間卡攤咯嚇。然後伊人就因為笑啊，對起時，加了人破病個了，真係我冇掉呢，你我冇去當嘅冇嘢數。阿 John 啊 ，hand sanitizer 啊，你冇掉嘴只薄啦，下背你手喺度開嘅。吐了。你人拍遊戲嗬，拍遊戲啊，去 gas station 拍遊戲啊，你安怎拍遊？用手和白 handshake 遊啊，還是請 something？我冇請 something，我用手。我請佢哋做佢哋 plastic 嘅 glove 啊。我請。佢哋韓國人做隻 glove 啊？做劍指啊，做劍指嘅。唔是硬嘅啊，唔是硬嘅啊，佢哋聰明嘅。哦。因為 gas station 就垃圾嘅，就攞咗落啊，借冷大兵劍。特別伊個即拍油嘅，特別有呢物件伊。即係你唔都講啊，但係我俾係超浪到位車啊，當然。特別我咧，我慣 hand sanitizer 就我係 console 裏邊啊，我學車。是我車冇，我車冇。我特登係住你劍指嘅超浪，我是 winter 成個 full season 時我較驚較過啦，平常時我冇講過咧，我咧。做阿拍啫冇？有啊，我有得 flu shot。有。I find 我今日啦，flu shot 真係 effective，夠你冇掉，我去那年冇咪掉。是啊，我本是。400九嘅講話啦嘛？400九講未？我冇啊，我是梅咗，唔是啊，我梅咗阿 John， 如若是伊個梅伊個段落是那上加。circular 唔知嗰啲啊轉你個安怎開嘅？我夾我係 sweater，แล้ว我穿我係手只片hand，แล้ว個開門。若是我有抓我就夾抓啦，若是講我冇辦法我就夾呢。我係三 Q 落來，แล้ว個動。若是day shift usually 唔是 flu season 咯 ，usually 我是我都。甲本咧，冷天嘅時啊，冷天時。我 normally donut 咪試過咧，佢哋圓嘅咧，我有見隻 plastic 咯，見到啊 glove， 喂 ，especially flu season 時啦 ，plastic and then just 用佢哋 plastic 咯 ，and then maybe 點下格係安裝咯。But 成個講佢哋成個 exit 佢哋 main door building 嘅 main door 啊。我開門個咧用卡串殺咯，我冇用手殺，特別我是條 Q 嘅時就解，我是冇話是我就 try to 除 barrier 咯，然後咯，穿 glove 咯，穿 glove，I mean practically 啦，你成淡薄麻煩啦，驚死的。冇嘛，你做外口係你 building 嘅 link 點先咪穿 glove 咯，就見啊嘛，成個都穿 hand glove 啊。特別我想你穿咧 plastic 拍油嘅 glove。拍油嘅冇人看到你啦，你 transparent 嘅。但係OK，唔少單啦 ，OK， 參咪講幾個事 ，OK， 講聽講感謝讓參教人講這個禮拜條感上行咩啊嚇，昂波病毒19號，或者希望咱平安安啦嚇，แล้วก็四字淡薄搞四超啊嚇。搞四超แล้วก็มัน想掉啲去請佢哋吹琴本啊，要緊四超佢要緊啊！我甲我嘛講，
我講你問情了冚掉，有時講面了你情了你吹冚咩嚇？你潮呀，呢時個檔裏邊啊，潮糖皮坑咧，時個個掉，你無去洗手咧時話整包㗎，誒，我看到一條小人浪看到，就啲 WhatsApp 會，可能浪看到叫啊，伊一個查某在半山嘅情了700元呢，我冇看到啊。會umbrella 啦，會伊情嘢咧700元啊，你看到咧借手令啦，得搞到耳去搞掉。咱無看到啊！我真誒，咱有看到人叫啊！我愛看，我真正看到，我笑在咧時，我到對場我唔知到嚟 check 你看到啊！我 check 成本。我 check 成本，反正咱個講我笑話題。OK， 感謝這禮拜特別嘅這禮拜特別嘅邊呢，就是有講到話啦，就是唔是冇講司法教啦，未使講啦，我哋都後條阿龍，英國店八劍店，博雅玲，阿涵對，一個就查某寶對，咱頭先是個博雅玲在本，阿莫，我想，毛毛菇你有來啊，毛毛菇。伊來一隻菇了，是啊，佢出聲嘅，你要 make in the list 哦。OK，讓特別到對來聽毛毛菇講句告訴。OK，感謝下禮拜再見。哎呦，下禮拜再見。